大家好，歡迎嚟到 PowerTicker。今日咧同大家介紹英國財科。咁啊，6月22號升咗接近11%啊！咁啊，最高峰嘅時候一度嚟到我哋嘅最高位啊76.16，咁啊一度升幅超過13%。點解會升咁犀利咧？其實同19號一則消息相關。根據咧慕尼黑地區嘅法院作出嘅兩項裁決，英國財科當前銷售嘅碳化鎵咧個功能件唔會納入英飛凌主張嘅德國專利保護範圍，因此咧喺德國不受限制。高全體一致裁決咧係唔會違反相關嘅專利。呢個係利好嘅消息嚟啦，意味住咩咧？英國財科獲得咗相關專利侵權案嘅最終嘅勝利，所以係一個利好啊！另外咧，簡單介紹下公司係全球領先嘅第三代半導體硅基碳化鎵嘅一個功能器件 IDM 企業，已經進入咗英偉達 800V 嘅高壓嘅直流方案供應體系，係成為 AI 基礎設施建設高密度算力嘅一個核心嘅供應商。 AI 同數據中心嘅領域嘅銷售收入咧已經同比增加50%啦。喺半導體行業裏面咧相關嘅呢個產品，亦都係一個關鍵嘅硬通脹嘅賽道，就係 AI-DC 電源啦。英國財科喺 AI-DC 電源裏面咧，基本上咧係全球第3個。目前嚟講咧，呢個 AI-DC 電源嘅需求量大幅增加到80%，同時咧都引起咗國際同行業嘅一個妒忌，所以咧英飛凌開始咗喺德國方面嘅呢個專利方面嘅打壓，就話啦，希望喺上丙法院之後咧唔俾英國財科咧生產，但係咧偏偏案件咧又上訴成功咗，裁決唔會影響，所以相關嘅呢個經濟嘅一個糾紛咧已經落地咗啦。除咗呢個之外咧，技術面裏面我哋都可以睇到深 V 完成視線非常之好。喺交易角度裏邊咧相關嘅指標都出現咗一系列嘅一個利好嘅狀態。比如話啦，短中控制指標裏面，我哋都可以清晰咁發現咧，已經明顯咁由底部呢個位置走出個圓弧底。入足圖咧都係見底之後咧，馬上就走非常健康，走嚟突破75蚊嘅阻力，有望咧上攻85。短線嚟講咧，基本面技術面共振係好，上行嘅動能咧都比較充足，大家可以繼續關注。記得訂閱加點讚，即可用專屬鏈接享受額外的迎新優享。